我知道江总监为什么这么喜欢你了，你就是大家口中说的人间暖男。原来你是这样的，陆离，长发更适合你。啊，给。谢谢。这个咖啡跟你做的味道很相似，你尝一尝。味道偏甜，像你们女孩子的口味。那个，今天在试衣间是你帮我的是吗？嗯。你好，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您说。多亏了你，要是被江总发现的话，可能就很难收场了。其实不是凑巧。你早就发现了？上次在温泉，抱歉啊，我也是无意中发现的。那，你为什么没有戳穿我？我相信你这么做，肯定有你自己的原因。而且你来公司第一次面试的时候，我就很欣赏你，这一点不会因为你的性别而发生改变。那，真要谢谢你帮我隐瞒这么久。其实也不是完全为了你，你也知道我们公司一直没有女程序员。我跟奕成有争取过，但是他已经钻进了死胡同里，很难被说服。我希望你可以做那把击穿墙壁的锤子，给我们公司带来一些改变。那江总他是不是被其他的女程序员伤害过，所以才这样的？这个是他的私事，我不好多说。哎，有一点我想问清楚你，你进公司不是因为我吧？你的偶像也不是我吧？在专业方面，你确实是我努力的方向，这个我保证。我确实也是因为喜欢公司才这么做的。你不用紧张，只要你不做危害公司利益的事情，我会继续替你保守秘密。不过现在看来，公司行政部有挺大的漏洞啊。哦，不是，叶子姐一直都催我要毕业证和身份证，是我每次找借口躲掉了，跟她没有关系。看把你吓的！放心吧，我没有权利去管行政部的事情，而且要真的追究起责任来，我这个知情不报的直属上司才是担守责的人。陈总，你要以后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我，我每天可以帮你做咖啡或者洗杯子也行。那你就帮我做我朋友吧，朋友之间不需要感谢。陈总，我知道江总监为什么这么喜欢你了，你就是大家口中说的人间暖男。我就是尽我能力范围之内，做一些能帮到大家的事情。不过你的勇气，倒是让我大开眼界啊！啊！